啱啱先講完話，叫大家上去互動。我喺留言板度見到一位朋友好有心思地即刻寫咗一張卡放咗喺個留言區度。佢話：小姜你好嘛，我係你嘅聽眾。其實我願意寫字，只係驚冇人睇。而家好開心啦！喺大氣電波嗰度又再度重遇你，呢個感覺非常之奇妙。最好嘅就係有一啲互動啦。舊時嗰啲日子要主動，大家可以傾偈啊，往往就係我嘅依靠嚟嘅。而家大家依靠嘅就係呢啲新嘅主要媒體啦。但係今時今日嘅科技一日千里，已經遮蓋唔到心裏邊嘅空虛啊！每個晚上都自我修補。喺呢個晚上慶幸有你，非常之開心啊！呢位嘅聽眾好開心啊！大家如果想繼續同我溝通嘅話，就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呢個留言區嗰度見啦。就好似 Sammy 呢首歌一樣，我覺得我有咗呢個節目之後，以後都放唔低你哋啊！鄭秀文放不低。怪在我太過心軟，你的真話就等於夢囈與謊言，無奈你說得太自然，令我聽了也能熱戀，甜言蜜語原來有一次食言，是你對我改變，你別說世界轉變，解釋得混亂，千絲萬段，太多糾纏，誰沒興致守這諾言，但卻對我作全心詐騙，胡言亂語，任你講足半天，為何永遠放不低，為何錯愛這一位，但求仍然維繫，不惜一切，我為你執迷，為何永遠放不低，任情愛控制身體，任誰關心，仍未可把你代替。各位想聽點唱嘅朋友唔好走開啊，我哋跟住落嚟仲有點唱嘅環節㗎。是你對我改變，你別說世界轉變，解釋得混亂，千絲萬段，太多糾纏，誰沒興致守這諾言，但卻對我作全心詐騙，胡言亂語，任你講足半天，為何永遠放不低，為何錯愛這一位，但求仍然維繫，不惜一切，我為你執迷，為何永遠放不低，任情愛控制身體，任誰關心，仍未可把你代替，為何永遠放不低，為何錯愛這一位，但求仍然維繫，不惜一切，我為你執迷，為何永遠放不低，任情愛控制身體，任誰關心，仍未可把你代替，是唔知的，仍願將心意擺低。好多謝啱啱叫做金仔啊嘅呢一位聽眾，我屋企隻貓都係叫做金仔嘅。鄭秀文嘅放不低，講到有咗你哋呢班聽眾之後，我真係放唔低，原因都一樣，就係我心中有你。